美国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有发布报告，包含着150项对美中关系建议，嘛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改进对中国的政策。伫咧报告当中，阁有警告北京，若是有拍台湾这种行为，就会受到经济制裁，而且嘛强调台美应该赶紧来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12公布53页报告，提出为重新设置预防甲建设3方面来纠正美国政府过去30年来对中国错误的政策，包括150项政策的建议，爱调整美中经贸关系，嘛警告北京拍台湾会受到经济制裁，而且强调台美应该优先建立自由贸易的协定，加总2024年立法的目标，甲对抗中国的拿度。Because we have become dangerously dependent on a hostile foreign regime, on a genocidal communist regime that has threatened to weaponize our supply chain dependency. So imagine if we got into a conflict over Taiwan, if they cut off the export of advanced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and Americans couldn't get access to life-saving drugs, the chaos that would cause. 报告嘛建议国会应该制定类似甲台湾共一个战线法案的法律，加强甲台湾合作的关系，避免美国资本甲技术流入中国。现若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科科长包树可嘛发文呼吁拜登政府结束对台湾战略模糊的政策，才会当协助北京采取更较侪行动，反对中国公开干涉台湾的大选。But at the same time, we want the ability to work with China both on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on broader global issues when it makes sense to. 拜习会了后，美中想要互紧张的情势较缓和。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上官层级中国事务官员蔡斯已经甲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刘典会谈。这是蔡斯2月秘密访问台湾，历史2个人之间高阶军事会谈破局以来头一届。重申支持我国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民航组织，外交部表示诚挚的感谢。台美13伫华府就台湾国际参与举行工作改善的会议，双方就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甲其他国际组织甲论坛进行实质而且有建设性的讨论。美国伫会中强调对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甲其他国际组织坚定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